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关心的是第12轮的疫苗预约讲真复杂，而且拢抢无，讲一个开放注文就互抢了咯，不得不只好是跨区去注文。台北市的里长就讲，有真侪里民甲反映，10点一个开放，这个厝附近的注射站就满咯，甚至爱跨到桃园去注射。点入公费疫苗注文平台拢总用满，第12轮疫苗开放注文，虽然头一摆采取分流的措施，不过开放的第一时间，赶快互人订了了。卡手卡手的乡亲，伫不得已的情形下，都爱找别区啊。开放第一天的 BNT 到昨天的莫德纳都是这样的状况，那我们只能赶快看一下临近文山区的可能新店啊、深坑还有没有名额，一看也全部都没有。可是我们意愿登记明明已经掌握到一定的人数，为什么一开始量能都不开足够呢？免过是正手持的 BNT 也是莫德纳，A Z 疫苗嘛是同款。艺人周承恩伫面册就写讲，伊拍入注射地点一个看，所有显示拢总甜甜，上北附近的所在加拍一遍，同款拢甜。最后呢，天到桃园去，提出指挥中心提供的6都注射量能表 ，BNT 疫苗高雄注射能量开到8成，这上悬。虽然是台中、台南、桃园、新竹嘛拢有7、8成。不过台北市却敢若将近4成的量能尔，A Z 疫苗嘛同款，台中100%，台北市嘛差不多一半尔。台北市的医疗量能算是全国最高的了哈。那台北市当然它有它的一个困难哈，不过相对其他的一个县市来比较，事实上是可以再多努力一些。接种疫苗其实是中央跟地方要合作的，很多事情大家要互相的理解。这个数字你把它公告出来，就会伤害到台北市多少的医疗院所这些护理人员的心。医用社议员的登记阶段，会使初步统计出疫苗注射的数量，和地方先安排注射的量能。不过想到这摆台北市的差遮济，中央甲地方拢有因的坚持，或者想要注意医用社的乡亲是无奈兼辛苦。